Hello， 早晨。而家係濟州時間5點半，咁出發去漢拿山國立公園。咁今日係會上登漢拿山嘅。咁但係今朝收到個唔係太好嘅消息呢，就係天氣原因。今日官方嗰邊呢會做一個管控，就係我哋只可以去到杜鵑花避難所。咁意思就係今日未必可以登到頂。到咗成山岳嘅入口起點，而家呢非常凍，落住雨。大家檢查完 passport 同埋登山嘅 QR code 之後呢，而家可以正式出發啦。咁啊，而家嗰個溫度呢係低於5度，體感溫度呢係-1度，所以呢非常寒冷，好凍啊！開始落冰雹啦，條路都開始被霜雪掩蓋，啲冰雹越落越大，越落越大。五顏六色嘅雨衣好可愛。教你哋啲路呢，盡量唔好踩白色，咁啊盡量踩黑色嘅石頭，因為白色嘅地方呢，一般都係雪或者雨呢就會特別跣嘅，咁黑色嘅地方呢會比較穩陣。冰雹越落越大，咁啊成條路呢都已經係白色嘅霜雪嚟嘅。咁我呢對鞋呢，嗰個鞋底色力唔夠好，所以行嘅時候呢都要好小心。同埋呢，而家仲未行到去第一個休息站，咁但係呢個天氣已經咁加差呢，咁我都相信呢今日登頂呢係會有難度，未必會重開。咁啊繼續行，而家大約行咗未到1個鐘，狀態還可以嘅。到達咗第一個內田避難所，用時大約1個鐘頭15分鐘。登山者一般都會喺避難所休息同埋食飯，而我比較習慣唔會休息太耐，邊行邊食。霜雪覆蓋嘅世界其實非常靚，好有白色戀人嘅感覺。哦，打大佬啦，上面一直上，沿住碎石路，應該會有一定難度，加油！無窮無盡嘅樓梯，又要驚佢跣喎，特別係啲碎石路。差唔多到達第2個避難所啦。因為天氣原因，登頂呢條路封咗，唔俾入，可惜。上到第2避難所啦，我哋啱啱發現呢，登頂嗰條路呢就唔俾再上啦，所以今日嘅漢拿山登頂宣布結束。比着以前嘅我咁辛苦上到嚟，登唔到頂，一定會好唔開心，耿耿於懷。不過今次我嘅心態放得好輕鬆，有啲可惜，但係可以淡然面對。撤離需要勇氣，山一直都在，活着回家先係王者。漢拿山，我哋下次再見。